我哋而家會用呢支 U4 波頭濕度計去揾下磚底邊個位最濕。呢度有嚿磚啦，咁下低咧就有濕同乾嘅廁紙。咁我哋擺嚿磚上去，咁用呢支U4 嘅波頭濕度計，乾嘅18，濕嘅44、45。咁呢個 Apps 咧內置有個拍攝模式啦，撳落去咧就可以一次過咧影晒所有嘅資料啦，包括濕度計嘅讀數啦，大概你嘅位置啦、日期時間啦，咁咧就撳呢個掣就可以影到相啦，非常好用啊！濕度計經藍牙駁咗手機可以睇到啲乜嘢咧？咁睇先會睇到濕度數字啦，咁你可以撳一下咧。個數字咧就會變大嘅，咁咧順時針轉90度咧就睇到咪標形嘅濕度啦。咁咧再反轉呢邊咧就可以睇到每一秒咧個濕度嘅走向啦。咁啊非常之好用嘅。呢部波頭或者感應頭嘅濕度計咧有咩限制嘅咧？咁咧就唔可以 check 結構牆或者天花嘅，因為咧裡面會有鋼筋，咁個讀數咧就會好高嘅。